来继续要来讲这个边境解封，咱台湾籍的航空厂趁钱点来推出着线顶的礼典。这个台北飞到菲律宾的岛屿宿务，这个飞行机票是5000块有通走。若台北到帛琉，离疫情进前都要15000块，即卖只要9000块。哇，我们的2年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苏务语言学校，这是我们的游泳池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学生宿舍。而且现在下课时间，超级多的学生在这边，哇塞，超兴奋！对海这边到迄边需要几工，因为疫情一顿落，台北到菲律宾宿务大间阁开要2年700多工，阁加开真侪钱。6月份的时候，比较贵一点，因为我那时候直飞是要2万的，那我后来要飞的前几天发现直飞已经降到9000多了。大间阁你目屎，搁流入去宿务大海，国际航空线上路顶今仔开始，台北去宿务唔免5000块，去岘港只6500块，去泰国清迈只要7000块。台湾人上爱台北Okinawa唔免8000块，上清楚的是台北帛琉的航线唔免1万块。就是你去那边就都是夏天，所以基本上还蛮适合去帛琉的，而且帛琉其实飞很远，所以这样的价格是很划算的。对，觉得 CP 值很高。对啊。搁有提早1天开始的国际航空公司推出台北飞澳门、飞宿务、飞马尼拉上架唔免钱，那1点入去，搁需要2945块。因为他们这次的促销是信用卡打完9折之后再减5000，所以你只要任何票价，是低于5000块的，它减完之后最低就是0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那个税是不在优惠里面的。包括机场、包括航空公司都准备好了，即将迎接这个复苏。我们希望在2024能达到2018的这个航空量哈。大家等3年，总算等到这天飞出去旅游，总算唔免搁靠民邦来网游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